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係立約聖餐主日，喺呢度咧先係同大家講聲咧係新年快樂，主內平安啊！不經不覺咧，我哋已經去到咧2026年，一個咧係好特別嘅一個嘅日子嚇。今日揀咗一個嘅講題同大家講咧，因約更新，聖潔隨主嚇。我咧係好少甚少咧係講到咧會用投影嘅嚇。今日破下例啊，幾張嘅啫嚇，唔多嘅嚇。咁係啦，咁樣嚇。咁點解咧咁樣？今日有啲字眼咧想大家記得嘅，所以咧今日用一個投影嘅方法，希望大家記得呢啲字眼。喺2026年咧，我哋不經不覺進入嚟咧，其實咧都係好快啊！眨下眼就2026啦嚇。咁有啲乜嘢新嘅事情發生咧？咁嚇，眨下眼原來琴晚咧都有啲大新聞咯，係嘛？即係喺我哋嘅地球嘅另外一半嚇，咁說時遲那時快，就有一個咧係即係一個嘅小事其實可以係好大型嘅戰爭，但係咧就好快完結啦。但係我哋諗翻我哋2025年究竟係過得點樣咧？咁樣雖然咧已經過咗差唔多有一個半月嘅時間，但係年尾確實咧係對於我嚟講係好難忘，亦都好難忘記嚇。即係好傷感嘅一段嘅時間嚇，香港有一個咁大嘅火災帶嚟咧，仍然有好多即係社會深層次又好，大埔居民佢哋嘅生活嘅需要又好嚇，我哋在座當中都唔少咧係居住喺大埔嘅弟兄姊妹嚇。我哋都不知不覺間咧覺得咧好多嘢係轉變咗。今日咧我哋喺2026年第一個主日，亦都係一個立約主日。代表住呢一種嘅更新改變，我哋咧或許咧帶住2025年一啲好疲倦、好焦慮嘅一啲嘅感覺。過咗年啦，2026啦，世界仍然轉變嘅當中，而呢個轉變咧係越嚟越急速嘅，係越嚟越快。我哋冇想像過嘅一啲嘅轉變嚟得越嚟越快。當然，過往幾年最大嘅轉變喺科技上，一定係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突破嚇，影響住咧我哋生活嘅日常啦。甚至到話未來咧有好多個職位咧係會被因為呢一啲人工智能咧去取代啦，咁樣嚇，即係可能要翻去鬥木先得啦嚇，佢應該唔識鬥木嘅嚇，咁樣我哋翻去鬥木嚇，等等嚇，做裁縫可能都仲幾好啊，唔錯咁樣。社會嘅倫理亦都喺當中咧有好大嘅，好似鐘擺一樣轉變嚇。喺過往幾十年呢一種咧國際嘅合作大融合嘅一個關係咧，似乎咧又變翻咧好地緣、好國家自己化嘅一個嘅政治嘅狀況。倫理亦都一樣嚇。我哋過往嘅一段好長嘅時間嚇，即係希望大家都係人人平等嚇，人人咧都係各自按自己嘅心意去生活。似乎咧又鐘擺翻過嚟啦嚇。嗰種嘅平等去到極致嘅時候，可能都造成好多個社會嘅困擾。有人會開始諗，咁係咪應該擺翻去另外一邊呢？甚至有人付諸行動，要將呢一種咧係一種嘅諗法我哋要擺翻去另外一邊。所以有好多好多嘅事情咧一路喺度轉變。我哋喺當中，你會唔會問上帝喺呢個轉變當中究竟喺邊一度呢？喺呢啲嘅轉變當中，上帝究竟喺邊一度呢？聖經話俾我聽咧，日光之下無新事。其實好多呢啲嘅轉變，其實喺過往嘅歷史，世世代代都經歷過嘅。只不過我哋人生有限，短短幾十年，我哋只係享受咗世界最和平嘅幾十年啫。其實我哋呢一代咧係好有恩典嘅一代，我哋真係享受咗世界和平最長嘅一代。今日咧係一個簡單嘅講道，其實咧好多嘢要同大家去分享、去交代，包括咧今日咧要同大家講立約啦，同時間咧今年係新一年度啦，要同大家分享咧總議會嘅全年主題啦，同埋咧佢有一個季題嘅，又要同大家分享季題啦，又要立約啦，所以咧今日嘅講道咧實在好忙，但我都仍然好想咧用晒頭先所讀嘅3段嘅經文裏邊一個重點嚟鼓勵同埋勉勵大家，並且咧同大家一齊去發現究竟教會嘅全年主題同埋一啲季題咧，對於我哋嚟講有啲咩嘢嘅鼓勵同埋咧指引，
並且喺聖靈嘅帶領下，我哋都要進入立約嘅裏邊。好快同大家咧回顧一下3段嘅經文先。呢3段嘅經文頭先讀咗出嚟咧，其實咧都有3個咧好重點嘅，就係咧大家都喺幽谷嘅裏邊，並且咧係得着盼望嘅鼓勵。3段嘅經文頭先讀出嚟，第一段咧喺耶利米書嘅嚇，係喺流放嘅當中，上帝咧應許咗一個新嘅約。耶利米先知咧係處於猶大亡國嘅邊緣，係一個咧充滿絕望嘅時代，聖殿被毀，百姓被擄，信徒面對嘅咧係信仰嘅崩潰。如果上帝係全能嘅，點解我哋落到咁嘅地步啊？咁啊，大家呢1-2年喺恩言嘅裏邊，或者我哋學習咧都讀多咗舊約嘅經文啊，特別先知嘅經文啊，開始掌握到嗰個時代嘅歷史同埋脈搏。其實當時嘅人問嘅問題，都係我哋今天我哋經常會問嘅問題。究竟如果上帝係全能嘅，點解我哋淪落到一個咁嘅處境？但係喺當時嚟講，耶利米書第31章8節，上帝卻喺佢哋被擄流亡嘅邊緣、絕望嘅邊緣，上帝宣告：我要領他們從北方之地回來，係咪？第31章8節，翻嚟嗰啲人裏邊包括有啲咩人呢？有盲嘅人、瘸腿嘅人、孕婦等等嚇。呢度話俾我哋聽咧，上帝知道佢哋要被擄，將要經歷一個咧好大嘅困難，但係將會帶佢哋翻到嚟上帝應許嘅地方。當中唔單止咧救啲精壯嘅、強壯嘅、有智慧嘅、有知識嘅，裏邊仲有咩人啊？裏邊仲有啲盲嘅、瘸腿嘅、孕婦嘅。喺我哋嚟講，係一啲好似係卑微嘅、係弱小嘅、係喺社會裏邊咧冇乜地位嘅人。原來上帝嘅憐憫唔係只係臨到一啲強壯嘅人嘅當中，或者咧有權有勢人嘅裏邊。原來上帝嘅憐憫更加咧會臨到弱者嘅當中。對於當時一班將要被擄或者咧家破人亡嘅一班信仰，亦都係咧喺滅亡嘅邊緣嘅一班嘅猶大人嚟講，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安慰同埋信息。喺絕望當中，佢哋仍然睇到盼望嘅可能，因為上帝應許過帶佢哋翻嚟，唔係淨係帶啲精壯嘅，係所有人，包括弱小嘅，包括被困嘅，都要帶佢哋翻到去從北方嘅地方被擄啊嘛，翻到嚟家鄉嘅當中。第2段經文，約翰福音呢一段道成肉身呢一段嘅經文，其實都係一個咧好重要嘅經文，表達住一種咧係幽谷與盼望嘅一個嘅處境。約翰寫作嘅時候咧，其實一樣教會咧係經歷緊內憂外患。約翰福音書寫嘅年代都係經歷緊內憂外患。外患係乜嘢啊？羅馬政權嘅逼迫啦，大家應該都清楚啦。主要係源自咧政治同埋宗教嘅原因。基督徒如果拒絕敬拜皇帝同埋羅馬好多唔同嘅神明之後咧，就會視為係對國家嘅一種嘅不忠，係破壞社會秩序嘅根源。你唔做就係噶啦，你破壞社會秩序，你唔忠於國家。所以當時尼祿啦、多米田啊等等呢啲在位嘅皇帝嘅時期咧，信徒係因為唔效忠或者唔想去對羅馬嘅政權或者諸神一種嘅跪拜，遭到監禁、財產嘅充公，甚至被處死。目標係咩呢？要震懾人心，讓嗰個嘅當時羅馬統治底下，總之咧，表面上睇起嚟咧就係平平穩穩，社會咧秩序咧係井井有條。而同時間內在信徒群體面對係乜嘢咧？係被諾斯底主義嘅一啲嘅影響嚇。乜嘢意思咧？咩叫諾斯底主義咧嚇？咁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嚇。咁但係咧，其實唔容易理解。不過簡單而言，諾斯底主義就係當時咧有啲人咧認為咧係你要得救咧係要得到一啲神秘或者特殊嘅知識嘅。而呢啲神秘有特殊嘅知識咧，亦都係只係得少數人可以接受得到嘅啫。並咧主張一個乜嘢嘅世界觀呢？靈係善嘅，靈
係善嘅，物質係邪惡嘅。佢係否定一切物質嘅一啲嘅事情，即係話咩呢？否定咗創造上帝創造世界嘅上帝創造物質嗰份嘅美善啊！呢一啲嘅信仰嚇，同我哋所信嘅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差別，因為我哋知道創世記裏邊上帝創造咗世界，看着是咩啊？是好的，係咪？基督教嘅信仰係強調創造一切係好嘅，救恩係來自基督嘅救贖。約翰將當時喺呢段嘅經文裏邊，將當時嘅人面對呢啲內憂外患嘅一個嘅處境裏邊啊，外邊就係羅馬嘅統治嘅壓力，內在就係群體裏邊對信仰嘅誤解或者一啲嘅異端嘅侵蝕啊，個邪說侵蝕。約翰帶佢哋翻去創世之初，話太初有道啊，太初有道。佢呢個宣告係喺光裏，係宣告光會照耀黑暗，而黑暗係唔能夠勝過光。呢個大家都明白物理嘅一個嘅原則嚟。呢個提醒我哋一樣乜嘢嘢呢？就係無論時代幾咁昏暗，真理即係耶穌基督上帝自己本身必定最終會得勝，因為上帝係光，黑暗唔能夠勝過光，黑暗唔能夠話我再黑啲就會將光去驅散，只有光嘅存在，黑暗就不能完全出現。所以約翰福音一開始最直接了當嘅向人表達嘅係，當人不自覺地活在黑暗或者被逼地活在黑暗嘅當中，其實光已經悄悄地來臨到我哋當中。太初有道，喺我哋未知嘅時候，呢個道已經嚟臨到我哋當中，照耀我哋嘅生命。而第三段嘅經文以弗所書，係保羅喺監獄當中嘅一個可以話係一個靈歌，一個咧對於我哋一個好大鼓舞嘅一段嘅經文。以弗所書呢段經文提醒乜嘢呢？保羅寫呢封信嘅時候，正身處監獄，失去自由，前路未明，甚至咧生命都受到威脅。從一般人嚟講呢，佢係一個被囚嘅一個囚犯，亦都係被當時呢啲法律所否定嘅一個人，因為你犯法，所以咧係被法律所否定。然而喺屬靈嘅眼光嘅裏邊呢，保羅嘅心靈呢卻係完全嘅自由。保羅嘅心靈卻係完全嘅自由，佢冇俾眼前嘅鎖鏈限制咗佢屬靈嘅視野，冇俾面前所困住佢嘅四縫牆，或者今日我哋所講嘅鐵窗生涯，困住咗佢嘅視野，困住咗佢屬靈嗰份嘅自由。反而佢喺困境嘅當中，被上帝所啟示，睇到一個咧係屬靈，一個咧係更大更闊嘅一個圖畫，一個視野。上帝喺創造之前，早已為佢嘅子民咩啊？預備咗一個救恩嘅計劃，即係話，其實上帝一早已經預備咗拯救佢嘅子民脫離一啲困難同埋咧困苦嘅處境，更加要將我哋嘅生命完全拯救。拯救嘅意思就係將我哋帶到翻去與上帝和好嘅裏邊。當時信徒咧係正面對逼迫、排斥與痛苦，係咪？嗰段嘅被羅馬政府逼迫嘅年代，好容易因為受苦咧而懷疑自己我信仰係咪因為我信得唔好呢？所以我冇去好用心去敬拜上帝，所以咧我嘅生活咁艱難呢？又或者倒轉，係咪上帝遺忘咗我呢？冇理我呢？我咁虔誠去敬拜上帝，我咁虔誠去侍奉，係咪上帝遺忘咗我呢？質疑咗基督徒或者上帝兒女身份呢個價值同埋意義。保羅呢，正係喺一個咁嘅背景底下，再次提醒以弗所，佢哋嘅身份唔係由環境所決定嘅。基督徒呢個身份唔係由環境所決定，亦都唔係由世界所嘅定義所定嘅，唔係，完全唔係，而係源於上帝永恆嘅揀選。佢哋喺基督裏邊被揀選，唔係偶然嘅，亦都唔係錯誤嘅。
所以保羅喺呢一度呢一段嘅經文指出，信徒已經領受咗聖靈嘅印記噶啦。大家可以睇翻第3章，我哋領受咗聖靈嘅印記。呢個印記係象徵住乜嘢呢？象徵住我哋喺上帝裏邊擁有上帝俾我哋嘅權、保障同埋確據，表明咗信徒真正嘅喺一個歪曲悖謬嘅世代裏邊，我哋仍然係屬於上帝嘅。縱使內外嘅夾迫，我哋仍然係屬於上帝，並且上帝必會信實地完成佢開始咗嘅工作，就係佢開始咗呢個救恩，佢必定最終會完成嘅。因此提醒當時信徒雖然受在內外嘅逼迫，但係即使身處患難嘅境況，或者信仰呢係自己都浮浮沉沉嘅狀況，信徒仍然需要或者可以確信自己已經被上帝所揀選，我哋已經得咗呢個聖靈嘅印記，我哋已經被上帝所接納、保守，並且佢將要帶領我哋進入永恆嘅旨意嘅當中。呢一個咧好奇妙地3段經文，今日舊約福音書同埋書信都話俾我哋聽一個不變嘅道理，就係世界從來都係艱難，人性從來咧都係有好多嘅黑暗面嘅。但係基督徒嘅不同之處就係，我哋知道喺困難當中，無論外在嘅困難或者內在困難當中，我哋生命仍然係可以有盼望。我哋喺幽暗嘅裏邊，我哋仍然係可以盼望，因為聖靈嘅印記已經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刻印咗落嚟，係一個咧確據嚟嘅，帶領我哋將要與上帝咧係進入永恆嘅當中。今日咧要同大家繼續分享咧，就係我哋教會咧係有全年嘅主題，亦都咧有第一季嘅季題啊。我先講季題先吓。今年咧我哋第一季嘅季題咧係叫做奮進更新。我哋咧將會咧係有教會用3年嘅時間吓，因為咧嚟緊咧我哋教會咧將要有一個咧叫做生命成長藍圖嘅推廣。我哋用3年時間咧，會話俾我哋循道衛理會嘅弟兄姊妹聽，我哋有一個咧生命嘅成長藍圖。而嗰個藍圖裏邊咧有12個特質，所以我哋用3年，每年講4個，一個循環底下咧3年班大家就畢業啦啊！咁所以咧我哋會每年講4個，3年咧我哋就講晒12個。而今年咧第一年咧，我哋第一個成長藍圖裏邊嘅第一個特質咧，就係屬於循道衛理中嘅人嘅信徒，我哋有一種乜嘢嘅特質呢？就係有一種奮進更新嘅特質啊！奮進更新嘅特質。一息間呢，我哋咧都準備咗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紀念品啊！今年嚇有一個咁嘅，知唔知咩嚟㗎？知唔知咩嚟㗎？呢啲咧，大家去旅行好中意買嗰啲咧，貼喺雪櫃嗰啲啊，係咩啊？知唔知啲啊？磁石貼嚇。咁我哋有一個磁石貼嚇。咁啊，佢送過嚟嘅份量唔係好夠啊，所以咧我都好擔心，睇下點可以攞多啲磁石貼。嗱，呢個係咩？呢個就係我哋生命成長藍圖嘅一個磁石貼。而今季咧第一個季題咧就係奮進更新，都刻咗喺呢度噶啦嚇。咁咧你3年後咧你就集齊12個，就係 puzzle 嚟嘅，有12塊 puzzle 黐埋一張咧，就係可以連喺雪櫃或者一啲你金屬嘅一啲嘅嘢裏邊嚇。咁所以咧嗱，唔好唔見啊嚇！你唔見咧，3年後咧就炒價噶啦嚇！你就要同弟兄姊妹，喂，你有冇啊？嗱，同你抄起嗱，唔係牧師唔係講呢啲商業行為啊！嗱，唔好唔見嗱。咁我哋今日會攞一個嗱，俾你睇下，你冇睇過嘅嚇，睇唔到嘅。不過你哋嗱12個夾埋咧就係咁噶啦嚇，12個夾埋就係一幅咁嘅圖啊嚇。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遲啲我再投影俾大家，究竟攞齊12個咧係點樣樣？今季咧第一個季題咧係我哋屬靈嘅特質咧，循道衛理會嘅信徒屬靈特質第一樣係奮進更新。奮進更新乜嘢意思咧？呢一個咧唔係一個口號嚟嘅，奮進更新嚇，唔係啲口號，而係一種咧持續察驗上帝心意嘅屬靈紀錄，屬靈紀律啊嚇。講多次啊，係持續察驗上帝心意嘅屬靈紀律，呢個叫奮進更新，係咪啊？想象唔到係咪？阿蘇寫唔到呢個嘅解釋係咪？講多次，所以要奮進更新係我哋第一季嘅屬靈嘅一個嘅主題。
意思係咩呢？持續察驗上帝心意嘅呢一種行為，係我哋一種屬靈嘅記錄嚟嘅。乜嘢叫察驗呢？耶利米書有提到，今日我哋所讀咁啱31章12節，其實佢提到如澆灌嘅園子，係咪？第12節度如澆灌嘅園子，其實耶利米書提到上帝使百姓嘅心如澆灌嘅園子，即係被灌溉嘅園子，係咪？一個園子，一個花園，如果唔打理就會點啊？雜草叢生啦，係咪？或者咧好多嘅雜草啦。而家我哋有時咧去行街都係嘅，我哋啲路咧有時係方便啊，鋪電線啊，我哋所以用呢啲磚係咪？我嚟做鋪路嚇。有時有啲可能係咁啱有啲嘅種子啊，或者啲乜嘢跌咗落去，落咗幾場大雨咧，就係嗰啲磚側邊咧就生好多草出嚟嘅，有時會棘腳嘅喎，行路嗰時。咁又有啲工人幫手咧去拔咗嗰啲嘅草頭啊等等咁樣。如果一個園子唔打理咧，其實就會荒廢嘅。其實要問翻下自己，或者我在座各位，甚至我都要問自己，過往嗰一年2025年，我哋心靈嘅園子係乜嘢狀況呢？2025年，大家嘅心靈裏邊呢一塊花園啊，係咩狀況呢？有冇打理過呢？有冇俾自己打理過，或者俾人打理過呢？有冇啊？係咪長出咗好多雜草啊？有冇一啲螞蟻喺度躝緊啊？有冇個蟻竇啊？還是你打理得唔錯啊？都 OK 啦，我都有除下雜草嘅，雖然除得唔係好咁樣。其實呢一種察驗就係我哋有冇檢視自己嘅屬靈嘅狀況。約翰福音咁啱第1章9節，佢提到聖靈會光照我哋，如同晨曦一樣。你有冇俾聖靈光照啊？你嘅生命啊？佢會照出我哋隱然未見嘅一啲嘅過犯，讓我哋喺時代嘅改變當中看清邊啲係屬世嘅一啲嘅事件，乜嘢咧係屬於上帝嘅旨意。呢一個咧係一種察驗。所以奮進更新咧，第一樣嘢我哋係唔係做啊？一聽到奮進就即刻去做，我要做啲嘢啊改變，唔係啊，而係察驗下自己心靈嘅狀況。係持續地察驗上帝嘅心意，呢一個係一個屬靈嘅紀律嚟噶，得唔得？咁所以咧，其實馬鞍山堂都有嘅，係咪？大家有冇參加過阿東嗰啲嘅靈讀啊、靈閱啊？頭得幾個頭啫？我有問過阿東嘅，最後嗰次有幾多人參加？大概知嘅，冇在座嘅1/10而家嚇。咁所以咧，9/10嘅弟兄姊妹嚇，我哋都嚇。努力咯，要嚟緊嚇，應該持續察驗上帝嘅心意。咁所以話奮進更新意思就係持續地察驗上帝嘅心意。我哋要察驗 discern 自己嘅屬靈狀態。第二就係一種突破，一種嘅突破嚇。奮進咧喺希伯來嘅語境咧就係一種竭力追求嘅意思。更新咧唔係被動嘅等待，而係主動嘅回應上帝。耶利米書今日所讀嘅31章第13節有咁提過，上帝要使佢哋悲哀轉為歡喜啊！要使佢哋悲哀轉為歡喜。我哋需要突破舊有思維嘅模式，唔再用過去嘅方法去回應2026年啊！或者我哋嘅屬靈狀態唔係用以前嘅方法，我哋要進入啲新嘅方法、新嘅挑戰。而喺不變嘅上帝呢個道嘅當中，我哋尋找新嘅方式去跟隨我哋嘅上帝。所以牧師喺上年開始提大家，我哋要崇拜更新。啱啱喺上幾個禮拜有弟兄同我講，佢話：牧師，原來你講咗成年嗰個崇拜更新呢，唔係講一啲外在嘅擺設或者程序啊，原來你講緊我哋嘅生命啊！我話感謝主，起碼你年底你都明啦，係咪？其實嗰個崇拜更新係我哋裏邊生命嘅更新。我哋嘅凳咁多年都冇變過啦，係咁排就係3行噶啦。你每個禮拜翻嚟都大概坐喺嗰啲位置噶啦，前後左右。我每個次講道都係望到啲弟兄姊妹。你坐喺呢邊嘅，你唔會坐嚟呢邊嘅；你坐喺呢邊嘅，你唔會坐嚟中間嘅。阿 Nick 咧一定坐喺中間第3行嘅嚇。每一次講道，即係我哋慣咗一啲嘅習慣，但係呢啲習慣係唔需要改嘅。你坐慣咪坐咯。
但係你生命裏邊嗰種嘅更新就係需要。你點樣你活潑地去奮進更新呢？就係不斷咁樣去察驗上帝喺你生命當中嗰個狀態，察驗自己有冇領受到上帝嘅心意，係咪？有啲衫褲鞋襪、茶杯用開嘅，座位坐開嘅，慣咗唔緊要噶，呢啲係好事嚟嘅，因為你舒服啊嘛。但係內在嗰種嘅生命，我哋就需要更新。所以喺2026年，鼓勵大家奮進更新，就係我哋不斷察驗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嘅心意，並且願意去更新，作出啲心靈嘅一啲嘅轉變。呢個呢係我哋嘅季題嚇，所以大家應該記得㗎啦嚇。第二，全年嘅主題啦，我哋翻到去講，今年我哋全年嘅主題呢，教會係叫蒙恩成聖作主門徒嚇。蒙恩成聖作主門徒，你見到呢側邊有幅圖畫嘅啊。咁我哋呢就係今年全年嘅一個嘅海報嚇。稍後大家會見到呢喺教會唔同嘅地方會貼咗出嚟嘅一個好靚嘅一個嘅海報。呢個海報呢係我哋全年嘅主題嚟嘅嚇。而呢個海報你要睇到呢，裏邊呢就有右邊呢我哋有4格嚇，有四個好細嘅中文字，就係我哋全年嘅季題啊。全年嘅季題，所以咧你認到呢一幅咧，就係我哋右上角有啲山，有三個人，有三個人喺度，我哋奮進更新。下邊仲有3個主題，我就係嚟緊今年有嘅主題，稍後會再同大家分享。奮進更新，蒙恩成聖作主門徒，其實就係建構咗我哋今年整個教會、成個循道衛理會嘅一個嘅核心目標，就係我哋要蒙恩成聖作主門徒。蒙恩係一種咩呢？以弗所書提醒我哋，係一種身份嘅確認。成聖第一步，大家記住，唔係要做啲乜嘢，同奮進更新一樣，唔係要做啲乜嘢。第一步係咩呢？成聖第一步唔係要做啲乜嘢，而係問係乜嘢？係乜嘢？唔係做什麼，係是什麼？保羅強調上帝喺基督裏賜俾我哋天上各樣屬靈嘅福氣，我哋係被愛、被選、被蒙救贖嘅一群。我哋要先去明白呢一份白白嘅恩典。成聖係要先明白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嘅作為，上帝俾我哋呢個咁好嘅身份同埋愛。所以牧師喺稍前呢，聖誕同大家分享過一封聖誕嘅牧函。我冇講聖誕節，我冇講盼望，我鼓勵大家去認識自己，成為蒙愛嘅一群。我哋先接納咗自己係被上帝所愛，呢個係成聖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唔係我哋做啲乜嘢，係我哋本身係乜嘢。我哋本身係被愛嘅一群，我哋係被蒙揀選、被蒙愛、被蒙上帝所得救嘅一群。以弗所書講，保羅所講嘅，我哋要先體驗呢一份白白嘅恩典，讓我哋跟隨主。唔係只係一種好沉重付出守紀律嘅一種嘅跟隨形式，而喺愛裏邊得着自由、得着滿足、得着安慰嘅一種嘅跟從。如果我哋只係講要做啲乜嘢，嗰一樣嘢永遠就成為咗我哋生命嘅負擔。我哋就會做到攰嘅時候，我哋就會覺得 burn out 痛苦，覺得咧唔想做，休息下先，同團長講休息下先。但係如果我哋知道我哋係被愛、被蒙揀選、被蒙救贖嘅一群，我哋就知道我哋係邊個，我哋係被愛嘅。而蒙恩第一樣嘢，我哋要確認我哋嘅身份啦。第二樣嘢係咩呢？成聖係一種生命嘅重新嘅塑造。我哋確認咗我哋身份之後，我哋就要重新塑造。今日咧好好呢3段經文，即係咁啱擺埋一齊。耶利米書31章14節提醒我哋咩呢？上帝話：我嘅百姓也要稱我的恩惠為美啊！上帝話：我嘅百姓也要稱我嘅恩惠為美。成聖咧唔係一個覺得比自己別人聖潔，或者比別人更加聖潔、更加咧有屬靈氣質嘅一個狀態，而係生命嘅素質嘅一種改變，變得咧更加似基督。耶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哋中間，佢嘅聖潔係走入人群嘅聖潔，唔係高高在上嘅聖潔。佢嘅聖潔係願意陪伴人一起
成長嘅聖潔，就好似稍前我同大家分享，呢個上帝係以馬內利嘅上帝，願意跳進你喺泥沼嘅裏邊，陪你一齊喺泥沼當中經歷呢啲生命嘅困苦。而呢一種道成肉身住在我哋中間，就係我哋呢一位以馬內利嘅基督。佢嘅成聖係走喺我哋嘅當中，與我哋一同同行。2025-26，當我哋話要追求成聖嘅時候，喺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生活或者社會咁多嘅轉變嘅當中，我哋點樣能夠活出屬於上帝正直與憐憫嘅一種嘅生命呢？我哋亦都係先睇到呢一種唔係讓我哋高高在上嘅一種嘅屬靈嘅特質。呢種特質成聖係對我哋願意走進彼此生命嘅一種嘅特質，呢種先係成聖嘅一種特質。所以夾埋一齊就係愛與被愛，先接納自己係被上帝所愛嘅，然後我哋帶住呢份愛走進別人嘅生命當中，呢個就係一個蒙恩成聖嘅一個好具體，大家都可以做到嘅一啲事情。跟住落嚟，我哋一齊同作主嘅門徒就係咩呢？就係榮耀嘅一種嘅見證。約翰福音提到，佢話從來冇人看見上帝，只有父懷裏嘅獨生子將佢表明出嚟。大家都好熟呢節經文。門徒嘅定義就係表明上帝嘅人，即係話我哋活出像上帝嘅人。我哋蒙恩成聖，最終嘅係要為喺呢個缺乏同埋呢一個好變化好急速或者好疲乏嘅世代當中，我哋冇盼望嘅世代當中，我哋成為上帝嘅榮耀啊！我哋成為上帝嘅榮耀，即係我哋活出呢個榮耀嘅見證。所以全年嘅主題，我哋蒙恩成聖，作主門徒。用另外一個說話去講，就係我哋學習愛與被愛，喺當中見證我哋嘅基督，讓別人看見上帝嘅愛。蒙恩成聖原來就係被愛去呈現嘅一個過程。當你接納上帝愛你，你亦都願意將呢份愛分享，愛就呈現啦。見證就係因為咁樣而臨到啦。最後今日呢係立約嘅主日，立約呢係一份生命盟約嘅更新。佢唔係呢一息間我哋要做啲都係儀式感啫，係咪一個儀式嚟嘅？啊，頭先讀咗衛公俾我哋嘅一個嘅立約文，係一種儀式嚟嘅。係其實咧係一個心靈嘅一種嘅回歸，唔係一種儀式。今日呢一個心靈嘅回歸係喺呢度再次提醒我哋，喺耶利米書裏邊咧好得意吓。今日三段經文真係揀得好好，咁啱可以 fit 晒所有嘅主題。耶利米書裏邊話上帝說要立新約，呢個約唔係刻喺石板上，而係刻喺邊度啊？心板上，係咪？所以係一種心靈嘅回歸。今日牧師咧要向你發出三個嘅問題，向你發出三個問題，好細啲字係咪？應該都睇到啊。你願意與上帝立約喺2026年將主權還俾上帝嗎？你願意喺2026年將你自己嘅主權交俾上帝嗎？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你願意喺奮進更新嘅過程當中，容許聖靈修剪你嗰啲不合神心意嘅部分嗎？你願意喺奮進更新嘅裏邊，容讓聖靈修剪你嗰啲不合上帝心意嘅部分嗎？第三，你願意喺呢個時代轉變嘅洪流當中，堅守門徒嘅身份，不向世界妥協嗎？有三個嘅問題要問大家。大家咧可以咧，我俾30秒大家咧安靜諗一諗呢三個問題。
好唔容易答嘅3條問題，係咪？好唔容易答嘅，呢一個係心靈嘅一種更新立約，好唔容易答。咁啊，牧師咧而家咧俾啲容易答啲嘅你哋，好冇？咁今日咧入到嚟崇拜裏邊咧，大家都收到一個立約表嘅，係咪啊？已經收咗噶啦，有冇人未有啊？未有啊？舉手，我哋司事即刻派俾大家嚇。好，前邊呢邊有人未攞嘅嚇，前邊都有人未攞嘅，前邊舉一舉手，我哋將立約表俾大家嚇。呢啲易答啲嘅嚇，但係嗰3條都要答㗎嚇，唔好因為難答唔答嚇。嗰3條都要答，呢個易答啲嘅嚇，有3個，其實都唔易啊，不過叫做得剔啊嘛，咪易答啲咯，係咪？好，弟兄姊妹提我咧，原來馬鞍山堂以往都有呢個歷史嘅，我哋每年立約主日都填立約表嘅嚇。咁所以咧今年都會做啊。我以前我自己教會咧，我都會每年做嘅嚇。咁嚟到嘅時候未見，咦冇喎，咁以為係馬鞍山堂冇呢個嘅即係傳統嚇。咁今年咧我哋重啟翻呢個傳統。嗱，一息間咧，我哋需要大家即時填埋嘅，好唔好啊？即時填埋。咁咧未做過嘅弟兄姊妹咧，就我要解釋一下嚇。我哋循道衛理教會咧，我哋都會每年第一個主日，我哋會有一份立約表。咁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嚟緊一年咧，你對自己投入教會生活同埋自己作為信徒一個見證嘅一個嘅許願。我哋咧你會填，跟住咧會派信封俾你，你寫上你嘅名字同埋你嘅地址。我哋大概咧會喺11月嘅收割感恩節咧，將你年頭立過嘅願咧，我哋會喺收割感恩節嘅時候，即係11個月之後咧，我哋會透過郵寄或者崇拜嘅時候咧派翻俾大家。你就去差唔多11月嘅時候就可以檢視下你2026年過成點樣啦，好嘛？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一齊咧喺依家咧，我哋都填埋呢一個立約表，同埋派一個信封俾你，你寫翻你嘅全名，同埋咧你一啲嘅地址喺上邊嚇。我哋寄到俾你嘅地址，你唔好就咁寫馬鞍山，咁我唔知寄去邊度嚇。你寫一個你寄到嘅地址，我哋唔會睇你嘅內容嘅，放心。你寫好就入信封，好嘛？入咗個信封裏邊，我哋同工完全唔會睇你嘅內容。只會你同上帝之間嘅個立約，好冇？好啊！嗱，如果大家都攞齊晒資料嘅時候咧，牧師帶領大家一齊咧喺呢個嘅立約表裏邊，中間有一個立志禱文嘅，見唔見到啊？頭一段立志禱文，我哋一齊同讀呢個立志禱文之後咧，我哋開始就完成咗呢個表，好冇？得啦嗬！大家打開中間嗰度立志禱文，我哋一齊讀下，預備1、2、3。親愛的主耶穌，感謝你道成肉身，為我捨身十架，救贖我罪，賜下永生。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更是世人的救主。我願來跟隨你，更願受你差遣，向世人傳揚你的福音。求主憐憫，以你真光引領我，領受你的旨意，實踐你的託付，在此祈求主的靈火復興我，使我用我的生命，使我盡好傳道者、僕人、師師和先知信徒本分，更求主幫助我勤奮認真地努力敬拜、奉獻、侍奉和學習，並以你的恩典成全我的不足，奉耶穌的名祈求，阿門。好啦，大家而家開始可以咧填寫你嘅立約表，之後寫翻你個名。如果你對我頭先喺呢度投影呢3條問題，你都有啲嘅感動嘅，你可以喺簽名之後一啲空隙位置，你寫上一啲咧你而家嘅感覺同埋感受。放心，牧師係唔會睇你任何嘢嘅。呢個係你之後11月你自己睇翻嘅，寫好咗入落信封嗰度寫你個名同埋可以郵寄嘅地址。如果你想留一個記錄，你都可以用個電話影低佢先，好嘛？俾自己記得，咁先入落個信封嗰度都得嚇。當你填好晒嘅時候，
寫好名嘅時候咧，一息間咧喺崇拜之後咧，出邊有個箱嘅，你可以放入嗰個箱嗰度就可以啦。如果你填完你想將啲筆傳翻出嚟，你示意啊，司事就會幫你收翻啲筆噶啦嚇。樓上 AV team 都可以填喎，你記得填之後一陣間崇拜擺翻落嚟4樓就得啦。我哋冇遺忘你嘅。大家都填得差唔多啦，係咪？未住嘅我俾多少少時間你嚇，唔使心急。有個箱喺度，係嘛？見到啦，出邊有個箱嚇，一陣間完咗崇拜喺出邊投入個箱嗰度就得啦，好嘛？可能逼啲唔緊要嚇，大家唔好心急，一陣間完咗崇拜，一個一個咁樣投入個箱度，咁我哋儲埋咧，年底就會 send 翻俾大家噶啦，好冇？記得喺信封上面寫你個名，同埋可以寄到俾你嘅地址。我哋就會喺11月嘅感恩收割節嘅時候派翻俾大家，或者郵寄翻俾大家。好啦，牧師咧做最後咧做埋一個今日講章嘅一個最後嘅總結，得幾句嘅啫，大家放心嚇。各位弟兄姊妹啊，2026年呢，係我哋開機25年嚇。我改一改名先，我今日不斷咁糾正大家嚇。有人話：馬鞍山堂2026年咧就係堂慶25週年咁樣嚇。咁樣我要糾正大家，我哋開機25週年，即係我哋立足喺度25週年。其實堂慶咧應該係20年，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循道衛理咧係計成立堂會嗰一日咧為之堂啊，所以咧其實我知道大家慶祝過20週年堂慶噶啦嚇。係咪20週年堂慶啊？其實今年都繼續20週年堂慶，不過我哋就順住大家去，我哋個開機25週年嚇，得唔得？未來嘅路咧，其實仍然我哋依然會有挑戰嚇，但係我哋唔係孤單嘅，因為咧我哋喺奮進更新嘅裏邊，我哋喺呢一個嘅蒙恩成聖作主門徒裏邊，我哋係懂得愛與被愛嘅，我哋係。喺耶利米，好似耶利米咁一樣，我哋係會有喜樂嘅回歸嘅。我哋好似約翰嘅見證一樣，我哋生命裏邊係有光嘅，唔係只係得黑暗嘅。我哋亦都好似保羅一樣，我哋有一種從聖靈嘅印記印咗喺我哋當中噶啦。我哋有呢一種屬靈嘅福氣嘅，讓我哋未來呢一年呢，唔好再做咧未有修剪嘅基督徒嚇。個花園啊，心靈嘅花園，而係做一個咧蒙恩成聖嘅一個嘅信徒，唔再咧係隨波逐流，而係作一個奮進更新嘅一個主嘅門徒。讓我哋咧一同咧係彼此同行，互勉鼓勵。阿門。